就有上层艰辛面顾良的叫声是听一听。这位神兄清凉，小弟这下有礼了。小弟这下万里。请问神兄真姓大名，夫居何处？小弟姓作明英的，乃是上虞作家张神师。做人兄，问问兄弟是规矩两三倍。哦，两人兄。七个神兄，棍子道行人不输。真是，请问你呢？啊，我也去访师去哟。好情好情啊！你我有缘相会，不妨你接进来。此意甚好。请问神兄今夜孩吧。哎呀，我一日7岁了。遇到张这位兄，有这位弟，是此你我得天一拜，夜里请两兄亲。这一代越剧演员来说，《梁祝》是再熟悉不过的旋律了。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当年就因为这一段旋律，因为电影《梁祝》，认识了范老师，走进了越剧艺术的世界。我们的老师范瑞娟出生在翠竹葱郁的越剧故乡，她一生爱竹，她的性情也像青竹那样刚正磊落。
他11岁进入龙凤舞台，从此把一生都献给了越剧。我记得老祖宗曾经说过，他正是登台的第一个戏，也是《梁祝》的故事。当年顺着山西水，钱塘江、黄浦江，年轻的范老师和他的姐妹们，从浙东的小山村一路唱到了繁华的大上海。在这一座五方杂处的都市里，他们成就了艺术的辉煌，也将年轻的越剧推向了全国，带到了世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在这奇迹背后，是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情。山河浩荡，岁月沧桑，这份情伴随着他们一路走来，在台上创造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在台下谱写血浓于水的姐妹真情。就好像范老师一生钟爱的蝴蝶，从浙东的山水间飞来，又飞回那美丽的青山绿水。范老师其实从未离开过他挚爱的舞台，也从未离开过他最爱的观众。你怎么还没有安睡呀？相公不安睡，为妻怎么能睡你？切不要连累了夫人。都20年了，还是什么连累不连累呀？人过4岁，从马桶中，这一来已是20年。是啊，20年了，夫人啊，独自为君兵的亲人遮掩。从马桶
我是一生忠在归来，不曾受过这情丝。小娘子，快去吧。走到路烟花家一窗，你晓得在第二人，君子，君子，哎呀，你快转来呀！啊呀！你这个小娘子啊，也太顽皮了！怎么坐在地上问起你八字来了？谁在问你八字？人家走不动了。哎呀，你看天色已经不早了哩，我走不动了。哎，小娘子啊！你不就害怕这兵来，早早归路灭早黑，小娘子啊，你且把手拥抱，两足疼痛须谁人来？待我无力慢慢饮，我与你生死才一回。你看前面到了关门前，你我女相逢，我也好交代。到那日你娘也喜，儿也有谁的心中也喜，我公子红灯当谁？是我当谁的？你国家虽有小儿功劳，尽管看着狂野，藐视王家，啥不是我王家的恩宠？哪有你国家父子的富贵？呸！你休到国家富贵结肠里，听我把旧事提一提。黄山起兵难荆棘，眼见得当时天下花归零，一刀的江山从不弃，多亏那分阳王国子女，啥不是我父子们东荡西杀，乱走不转在沙场。你不怎能助我的？不爱你他当，一派狂言四旁的，称作君是红。
鞠躬四大理有翻译，藐视君王把我欺。你进宫来不得我迎君称礼，怪不得你当随红灯回宫仪，随我进宫去典礼，到父王家面去见高帝。休藏你母亲是皇帝，休藏你是公妻，驸马爷今日要教兄弟，我倒要看你怎样的教训。我不但要教训你，我还要告你。你打，两里也不管打，真的打我了！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什么你是亲子我也听，当初来我陪我的。我是昆曲的女小生，但是我非常崇拜和热爱范瑞娟老师他们这一代越剧女小生，尤其范老师她身上的一股阳刚之气，是女小生很难得的。他们是真正的一代宗师。我跟越剧有一段渊源，那是在70年代初，我在越剧学馆做声训老师，那时候有机会更多的接触了越剧的前辈老师。当时他们已经不演戏了，但是我常常看到他们还在练功、压腿，在浴室里喊嗓子。尤其范瑞娟老师，我特别崇敬她。她的对艺术的刻苦和痴迷是大家都知道的。她从小是一个龙套演员，但是她从来就是每天在舞台的侧路上看戏，偷偷的学戏。一次她的老师生病了，她就顶上去，一顶就是顶了10几天不同的剧目。那个老板也非常惊讶，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学了一肚子的戏呀？范老师到了他花甲之年之后，他依然每天的在练功，
喊嗓子。他每次看见我，都拉着我的手说：“昆曲是越剧的奶娘，你们是我们的老师。”还对身边的学生们说要向昆曲学习。我每次听到，心里都是十分感动。范老师他们这一代越剧的创业者，他们在再苦再难的时刻，也没有忘记越剧的梦想，所以把越剧带上了全国，成为全国的大剧种。而他们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是我们望所不及的。
听到发冲之意，知道盈盈小姐每夜必到花园烧香，七夕今夜有老风情，他日来迟，我定要开个十分清楚。
去，叫把天地在东旁。妈妈在从今儿叫我不要再到书房去，新房里面关新娘。妈妈在这间与你同亲晚，夜里与你同家常，将来生个小爸爸，我做爷来你做娘。这都是妈妈对我讲，她叫我好好过日你新娘。阿毛娘，阿毛娘，阿毛娘，姥姥又昏倒在山沟里啦！阿毛娘，姥姥个伤得真刚好，侬哪个好让伊去当乐人，要好好养养喽！哎，要好好养养喽！大哥，我负重事教，看来命是不会长了。小弟有言拜托。兄嫂有事，我的娘从小都成你呀，好无样你为我啊成家连年费心机，想不到是今晚要泪胸上穷人欠债是欠命，我情愿
起早落黑多风霜，谁有知啊？身在上海山越多，在此的本领我难怀藏，要想负债一身轻，恰落得上海佛法名为王，小天杀谁死了去啊可言难必是两张，一是在乎的万情，二是阿毛为陈恩章，无天无地无财孽，只有这两件破草房，今所唯有你亲兄嫂，我只有一切把托你兄到我家不延长，5年光景莫一场。可怜你三层老落到东门，
夜三更，我一定爱你上天中，你受苦受报在人家，十指望今夜夫妻同到老，有谁知半路将你劈棒阿毛娘此君离离西归去，你莫知怎样都是花，刘杰里破两间扎一生，阿毛要你呀，好福呀，老头小儿打老喽，打老喽！阿毛，阿毛，阿毛是我命根子乡亲们呐，快快请找阿毛母儿郎啊！天天地算难。
男子阿宝，阿宝，阿宝，啊！哎呀！大家都知道我叫史继华，对不对啊？但是有好多观众会马路上看到我，叫我贺老六。一部电影《祥林嫂》，粤剧《祥林嫂》，使大家认识了我，而且我有了第二个名字，叫贺老六。其实贺老六不是我，是我们的范老师。1986年，我们到中南海西华厅去拜访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同志。袁学文老师介绍我，这是史继华，他是演贺老六的。邓颖超同志非常风趣地说：“你是贺小六，你的老师范瑞娟，他是贺老六。”要我努力向老师学习，要认真的继承才能发展。我们的老师对艺术上那是非常执着，非常钻研，全不离手，绝不离口。他真的是一丝不苟的。但他生活上呢，范老师蛮糊涂的，蛮马马虎虎的。有一桩事情啊，我埋在心里几十年没讲了。范老师当时跟我讲的，你千万不要讲。那我今天忍不住要讲，大家要听吧？好，那我又讲了。1990年，嵊州博物馆粤剧博物馆开幕，那么是10月17号我们出发的。一到火车站，突然范老师一把抓住，小事。我这包不看见了，包不记得了，一直包不看见了，跟我到处找啊，找到了满头大汗，也没找到。我说老师没找到啊，哎呀，那怎么办？里边有好重要的东西耶。那我说老师，你带了几个包？他说我带了1个包，什么颜色的？灰色的。那我说你夹在这里一个不是灰色的吗？他夹在这里，他说找不到。我们的老师糊涂吧？由于老师在生活上的简单，才有他艺术上的精彩和辉煌。我今年也那么大年纪了，还能唱还能做，主要是几十年来老师对我的教导，对我的层层的培养，很好的培养，他也对我严格的要求。所以我以感恩的心再一次感谢我的老师。今天还来了其他流派的好多明星和青年演员，他们要演唱范老师在现代剧当中的经典唱段，大家掌声欢迎。老爷爷，我的好爷爷，叫声好爷爷，听我小声言，姊妹娶老婆，姐姐定成天，肩膀缺两毛，不能
家上下关你大恩万万千。红花呀，红叶叶，月正童子亲自赠，现今今年交5岁，佳节有暖我心。门前秋风层层吹，天边秋叶深深来，下过旧地看见对你好的。哎，真是挺晓得啦。我老罗今年我要30多，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我这是身穿三亚的粗汉，强雄霸道我不会做。我老罗从小父母伤寒过，先靠兄嫂来抚养我，都只为少天福财难耕种，我只得深山人我当老母。常言道，男子30成家业，因世上拜托老衲没来做，只指望高高兴兴太富有谁知，吵吵闹闹起风波。那王法贵多多少，你媳妇苦命
到今生我才清楚，他骗我姑娘不肯嫁赛里老，有一位寡妇倒不错。他是你手情家间慎重哎，十人看见就在梦，家贫夫妻难守寡，自己愿意嫁丈夫。怎么不自己愿意短命的男子？他问是一位将你问丈夫，二位小叔讨媳妇，我花去彩礼80钱，下面千万不算数。80钱是80钱，你还不知道？唉。我不做讲道不做成，你找我8000钱是从哪里来？来这里翻山越岭欺负刚，红山路疏落半夜。13雨当3件事，冰天雪地把那回，那不是司机跑一动，一动能进多少财？80钱半是几桌半是平平推推推龙来，皮绳是东方花烛藤上戴，我老一场欢喜翻成悲，10年心胸化成灰，今生我想再把希望陪，我是娶妻不成反心菜，换我的一个强好配。记得在60多年之前，我还是个14、15岁的少年的时候，就看过范瑞娟老师和袁雪芬老师合作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和电影。范老师演的梁山伯，他温柔浑厚痴情，他俊朗的形象和稳健大方、刚劲华彩的唱腔，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舞台上，范老师他是厚道儒雅的书生墨客，正直铿锵的忠臣良将。舞台下，他是为粤剧的改革和发展摇旗呐喊、冲
锋陷阵的文艺战士，他是同行眼中的良师益友，他是走出国门斩获大奖征服外国朋友的翩翩公子，他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平凡的戏曲人，他更是坚守一生不忘初心的不平凡的伟大的艺术家。瑞娟老师不仅见证了越剧100年的成长与繁华，更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着整个行业的高度和建树。他一生呕心沥血，塑造众多家喻户晓的舞台艺术形象，同时他也为越剧事业培养出输送了一大批光彩照人、誉满全国的中青年艺术家。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是追思，是缅怀，是致敬，更是一种见贤思齐、奋发进取的传承和激励。这厢互韵情不换，巾帼翩翩公子山，春风化雨沁冬雪，100年流声范瑞娟。曾记得几关情，谁记9天上王是与几经风霜，几经险，谁真得这半壁山河也？我本山曾一点红，4月2至今泥土不见底，为的是君一人同根地，灭贫富，东顾太平年，遂了想半生一单挑，国家兴亡相生为中国人真勇不中邪，
想当初眉开耳朵定江哎，谁知道今日南北两分手，煤气坑吞香用瓦木莲子。煤气坑为非去是愁，爷妹啊，小两娘颠沛流离。情缘，迎风摇舞来收留，姐妹开破胸情。身中血情意梦也美不言老男子须定三生结乱谁是小苦草偏女用上当，欲遭他血压长头，眼睁睁啊一骑无马再没去。风沙破灭梦天走，明知道这后姻缘我没家妻也没啊，真不叫与胸痛心。
尽多把位。昔日美梦难挽回。夜起几时有，解救思维，莫怨居贵天意才。谁想到夜雨第三终于来，高堂人路难得见，好姻缘两岔开，慕名必去比我爱，生生无用如爱，痛为自己心分散。耳旁上来种眼泪，希望我保着时间，再用来困等10年快走，感情二代困等10年。快走，感情二代。各位来宾，我是何章豪，我也是范老师的崇拜者。可能大家知道我的名字，是因为我参与写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粤剧的音乐工作者，我在浙江豫剧团工作。我第一次听到范派唱腔，是在一张黑色的我们中国最早的黑胶唱片中听到一段唱腔，那就是我们范老师首唱的粤剧弦下调300铃钟。因此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对范老师的在唱腔上面的首唱精神非常的佩服。我看范老师第一个戏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范老师和傅全祥老师一起到杭州来
在胜利剧院演出。他们那种在台上激情和精彩的表演，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自从我看他们演出之后，我脑子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形象就是反复在舞台上的形象，再也没有别的形象。谢谢。因此到我上海音乐学院的时候，当我提起笔来创作《梁祝》的时候，我不但把粤剧音乐作为素材，满脑子都是范老师和傅老师在台上表演的激情和他们对人物的塑造。所以我自己认为，小提琴协奏曲里面梁祝的音乐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范傅老师在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在交响音乐中的再现。所以我在梁祝协奏曲50周年的时候讲过这样一段话：梁祝协奏曲不是一两个人创造的，是我们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在梁祝协奏曲在上海音乐学院内部首演的时候，我有幸请到了范瑞娟老师和袁锡峰老师等前辈戏剧家来聆听和指导。他们听完之后非常的高兴，对我有很多鼓励。他们并向我介绍说，他们在前苏联，也就是今日俄罗斯演出的时候，他们演梁祝演西厢，外国朋友非常喜欢。为什么？因为他们说粤剧音乐真的非常优美，非常好听。他们对我说，他们相信粤剧音乐如果用交响乐去表现，肯定会得到更多国际友人的喜爱。今天我在这里告慰前辈的艺术家们，告慰范老师，你们的预言实现了。今天有具有粤剧音调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在全世界各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凡到一个地方，他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很多鲜花。今天我以感恩的心情，把这些掌声和鲜花转献给创造粤剧的前辈艺术家们，转献给我们最尊敬的范瑞江老师。谢谢范老师。
就是做英台，英台，你这个美呀，做得对。就出去采药酸菜，乖乖细细藏起来呀！应该叫我花轿拿去抬，那应该叫我两兄上下跪呀！叫是这肩马怪路程，玉兄，脚步远你，你可知我为你一路上奔得火里。
范瑞娟老师是舞台上的良兄，而我呢，是生活中的良兄。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波罗。记得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呀，上海的越剧舞台上掀起了一股梁祝热，每天晚上我记得都有8、9个戏院在上演这部剧目。当时作为一个中学生的我，非常有幸地观看到了范老师在舞台上和银幕上扮演的梁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可以说这是他留给我们这一辈人的一个共同的历史记忆。当然了，范瑞娟老师除了梁山伯之外，还演了许许多多的小生形象，范派的阳刚之美也广为流传，得到大家的公认。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许多朋友都认为范老师在生活当中一定也是个假小子，缺少点女人味儿。其实不然。今天晚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范瑞娟自己写的文章。通过这些文字，你也许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范瑞娟。这篇文章写于1957年2月，她新婚不久。题目叫《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允许我为您念一小段，好吗？1月1日，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博红就是在这一天结的婚。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呢，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男方询问特别详细，你要小心准备哦。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以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有什么可以愁虑的？我笑了笑，告诉他，人心难测的哦。就有这样2位男女青年，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以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你是不是自愿的？女方居然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是满头大汗。最后你猜怎么着？女的摇了摇头，登记就没有成功。博红啊，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看你怎么办。他调皮地说，你要是会摇头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说得我们大家大笑起来。我想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不同于舞台上的范瑞娟。小鸟依人，有点调皮，对未来充满着向往。是啊，我想只有这样一个活色生香的女子，才可能扮演好台上那些风流多情的男人。您说呢？娘子，
娘子端坐在上中央，观中年前思笑，面是红泪笑也笑。这情真是叫绣鸳鸯，假意长脸在书香，一路得情是谁？娘子的真是不伤。神仙去过人间遭，青铜镜照彩你巧年了，唉，这怪我虚心命苦。青儿放心呀，远远望见娘子来，欲恐娘子来不归。待他万不愿西南下。
家，教父当上国家，我读书人啊何止可惜家。红墙依旧在半山崖，恰若来白云深处有人家。大家好，大家可能会问，你是谁？我就是在照片里的小男孩。这张照片是70年以前照的。在照片里面有范瑞娟，有傅劝香，还有我。我是范瑞娟的小弟弟范志新。那年我才9岁，我第一次到上海，也是我生下来以后第一次见到我大姐范瑞娟。那一年1947年，大姐才23岁，现在我已经79岁了。我们的妈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时家里穷，家里全靠大姐在上海演戏挣钱来接济。我从9岁到上海，就和大姐在一起生活了10多年。后来我上北京上大学，大姐也是每个月都按时的给我寄生活费，真是长姐如母。1963年，我大学毕业了，我在北京当了老师，直到1998年。我退休了，我到上海探望大姐，看到大姐家里面的很多录像带、录音带亟待整理，甚至于要抢救。于是我把这些录像带、录音带的资料输入电脑，刻成 CD、VCD， 同时也把它增长几十年的照片，将近1000来张，也输入了电脑，经过处理以后，也刻入光盘保存起来。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以大姐口述故事的形式，用摄像机把它拍下来，然后刻成14张 DVD。 通过这些录像资料、录音资料，我才真正的了解了大姐。
了解了越剧的发展。大姐连初小都没有读完，可是她在不是简谱也不是五线谱的情况下，她创造了越剧的基本腔、弦下腔。她演绎塑造了那么多的经典人物，她也设计创唱了那么多精彩的唱段。我想说，大姐，你是为越剧而生的。我儿公
不许你还情，你咋要还情等你等功名终要归来再还情啊。还记得你看那年送我雨，梦转间想起了桂英的
我是邵文娟，我是范老师的第一批的学生。我那个时候认得范老师，我只有15、16岁，现在我已经是82岁了。今天是纪念范老师的演唱会，我们有9代弟子都来了。70岁以上的来了没有啊？我是史继华，今年77岁。我叫王烧楼，今年75岁。我是沈玉兰，71岁。我叫张志明，正好70岁。60岁的来了没有啊？60后。王立芳、张伟忠。50后。50岁的来了没有啊？我要介绍一位我的师妹，浙江小百花的江瑶，她是今天晚上导演之一，她辛苦了。40岁。40岁的来了没有啊？30岁的已经来了没有啊？还有20岁的来了没有？还有最小的来了没有？金刀却是两三番，言语就是聪颖啊根铃一铃根铃一铃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陈思琪。你喜欢范老师吧？喜欢。邵老师，我的同学们都说范瑞娟奶奶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梁山伯。好。往事之言猜不尽，你害无言苦作舟。天上有情天亦老，家得有个修